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昨仔暗时，你敢有看韩国电影？韩国的政治敢咱播电影？戒严2点半钟呢，随互强冻点。明知影歹路是唔通行，安怎对着民主来开枪？咱今日好好来分析韩国的政治。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第二位明治科大通識中心助理教授羅信杰，大家好，我是羅信杰。第三位政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鴻儀，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台灣智庫資深委員張國成。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繼續，咱就來關心韓國到底昨仔暗時雄決定要來全國戒嚴的總統尹錫悅。那麼理由講是反對黨和政府呢施政未順，而且呢立場是歪去到北韓。這是南韓超過40年以來頭一屆進入到緊急戒嚴的狀態，全國呢攏真反對。那麼國會趕緊開到投票呢，落尾以190票對0票的這個票數呢，宣布否決掉戒嚴令。總統嘛總算宣布戒嚴，嘛部隊也撤入，結束這6點多鐘的戒嚴狀態。南韓總統尹錫悅喺當地時間初3暗10點25分發表談話，批評在野黨阻擋政府嘅運作，向北韓那邊挖過去，所以以捍衛國家自由、人民幸福為目的，宣布國家正式緊急戒嚴。 저는 북한 공산 세력의 위협으로부터 자유 대한민국을 수호하고 우리 국민의 자유와 행복을 약탈하고 있는 파렴치한 종북 반국가 세력들을 일거에 척결하고 자유 헌정 질서를 지키기 위해 비상계엄을 선포합니다. 這是南韓史上第17遍，也是超過40年來第一遍宣布緊急戒嚴。根據緊急戒嚴的第1號公告，包括禁止一切政治活動，禁止任何可能或者是想要推翻自由民主制度的行為。所有的媒體加出版物攏受到戒嚴控制等6大點。 就伫尹錫悅發布戒嚴令了無偌久，軍隊也入去國會辦公室。根據南韓的憲法第77條第5款規定，雖然總統有權利發布戒嚴令，但過伫國會通過解除戒嚴的決議了，總統就要遵守。南韓國會佇咧初4透早，以全體300席內面超過半數的190人出席，而且這190票攏全部通過結果，要求解除戒嚴的決議。 因那尹錫悅伊嘅戒嚴令，就連伊家己嘅執政黨機關也無支持。 국회의 의결에 따라 대통령은 즉시 비상계엄을 해제해야 합니다. 이제 비상계엄 선포는 무효입니다. 지금 국회에서 계엄 해제 관련된 의결을 했기 때문에 대통령께서는 初4透早4點22分左右，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出面證實。 因為緊急戒嚴令，而投入的兵力將會全部攏撤回。因那5點外真久無出面的尹錫悅也出來談話，伊宣布尊重國會意見解除戒嚴令，因不也要求在野黨機關唔通夠再阻止國家的運作。 그렇지만 거듭되는 탄핵과 입법 농단, 예산 농단으로 국가의 기능을 마비시키는 무도한 행위는 즉각 중지해 줄 것을 국회에 요청합니다. 在戒嚴了第一時間，就召民眾到國會抵抗的南韓上大在野黨的黨魁李在明，不斷講在咧戒嚴令的期間被逮捕。尾啊，伊強調，這邊的戒嚴是危機，也是國家的轉機。 민주주의와 이 나라의 미래와 국민의 안전과 생명, 재산을 지켜내겠습니다. 我界認為，尹錫悅這邊的宣布緊急戒嚴，甲伊這個村20%支持率，一個是咪轉移因牽手貪腐見效大焦點有關係，嚴過煞錯過國內情勢。
因为这场南韩史上上短命的戒严过了后，社会强硬的国家对立分裂。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其实咱对着韩国发生这件代志吼，我要甲观众朋友来解说讲，咱咧讨论这物件的时阵，是咧讨论民主政治、民主政体应该如何才会当来稳定吼。对着别人国家发生的代志吼，咱应该哀矜勿喜吼，这是上重要的态度。那么再来理解讲是安怎会发生这项代志。不过，咱咧开始来了解这个代志的时阵，实在上歹理解的就是讲。尹锡悦伊头壳内面在想啥物？伊明知影你上后尾阁会去互投票来反对，难道是像罗老师所讲的，讲我的部队就甲你团围住，你就无法度来投票？伊敢安尼想甲遐天真？林老师？当然咱知影就是讲，总统的权力足大啦，吼。总统的权力，以这个韩国来讲，就是讲。伊外交差不多，国内会反对较少啊，吼，但是内政，这个是足大，这个斗争的这个过程啊，吼。咱知影以这个韩国今年的4月开始，这个不管是这个民主党还是甲其他在野党，拢总有192位，吼，执政较108，所以执政。变个较少啊，吼，减差不多80几个，调小亚大啦。对啊，所以伊的人数有算都受到这个在野党伊的节制限制。而且这个在野党、这个民主党这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就是讲以这个2022年吼，差不多2当前是不甲这个尹锡悦对手这阵拄啊差不多减。25万票啊，吼，1600几万票，1600几万票，它减差不多1%左右吼。所以咱就知影来讲，这个斗争的过程内底，尹锡悦总统伊最近佮拄着做这项无好的代志，丑闻啊，嘿，唔惊这个伊的太太，吼，而且这个虽然讲是判无罪，但是国会佮共款继续。要来成立特别的调查小组，有7个人要来调查，而且排除这个执政党，吼，这个国民力量啊，吼，所以就是讲，有足者唔惊人数有算，加这个伊的太太本身，吼，所以尹锡悦伊的，老实讲，因为那是遵守法律啦，会使讲遵守法律。老师安怎讲伊遵守法律？安怎讲遵守法律？第一就是讲，伊昨下暗，伊有开一个咱叫国务委员的会议的对啊，吼，还是讲有19个内底，虽然讲19个内底，多数是无赞成，但是这国防部长，吼，国防部长是较早以这个金比锡的主任，吼，伊有特别来支持，要来戒严是总统，伊会当做决定。总统的决定，并唔是讲戒严了后，这个就变成定局啊，并唔是啊。这国会有哪爱来投票，国会会当来投票，所以咱就看到，差不多头就有讲到嘛。2点半钟。2点半钟久啊，都150分钟啊。所以伊是明知影讲因来投票，还是像罗老师所讲说，我的部队来团围住你，袂当来投票。当然伊有足者设想嘛，吼，有足者设想，但是。对国会来讲，有这投票的争取头就有讲到150分钟以后，伊就知影190对0嘛，所以伊有那个共款，有那个开一个内阁会议，伊这内阁会议了后，伊就宣布，要来取消这个宣布的戒严令，所以因为那是有想到这个法律。过程啊，但是就是讲，伊这政治的判断，我感觉是足大唔对错误，而且造成韩国唔惊伊本身，而且伊这国际社会对其他的国家来讲，人无啥有信心来看这个韩国这个总统伊做一寡代志。是，杜老师他都为你讲到你吼，就是讲你对伊的这判断，讲你头壳内面想的就是讲，
反正我听阮高中同窗的话，我就直接参豆干，甲你切五角，甲你围住了，我就开始来独裁啊。是，伊敢是安尼想吗？但是像头仔林老师讲，无啦，伊好学生嘿，伊嘛是遵守法律的。是，其实我介认同吼，多多林教授咧讲的吼，因为咱咧讲民主几件代志，其实爱确定的第一件代志，其实是制度。多多林教授咧讲的时阵，就是总统你真正要宣布戒严这个权利，这是总统较有的。所以依照伊总统的权利来宣布戒严，不管理由是啥物货，其实拢是民主的这种作为的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当时像多多主持人咧讲的，对任这个戒严的这个政策是不是有伊的正当的这个理由的时阵，这个权利就是伫咧这种国会议员的身躯顶。所以所有的制度其实伊是一言来一步一步照咧行的。所以我头讲的是讲，对总统来讲，伊可能咧想的是讲，哦，我这样有这个权利来宣布啊。然后我宣布了后，我要用什么的方法来阻止后壁的程序咧继续咧行？我感觉这个代志开始讲，实际上政治咧实行咧做的时阵，伊可能会去考虑的。第二点是讲，头拄主持人嘛有讲到，因为国防部长甲伊是早就熟悉啊，所以我相信伫咧这个过程当中，国防部长对伊的意见应该是伊听会入去的。所以国防部长会当控制军人。实际上咧控制这个国会的时阵，伊可能就会相信讲好，因为我安尼宣布了后，我就当控制这个议员入去这种投票。那无人入去投票，当然我将伊所有的这个权利，我就当继续来甲做就对啊。所以安尼来看的话，我是感觉对总统来讲，以及所有的人来讲，制度伫遐的时阵，你一定要遵守这个制度，包含这种总统有宣布的这个权利。所以罗老师综合来讲，你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胜利？我是认为这是民主制度，伊真正会当做会到的所在就对了。啊，是。综合来讲，还是民主政治有咧发挥的对啊，无失灵啦。是，包括尾啊。国会议员投票了后，伊也甲伊即个决议送转去予总统。等甲总统宣布真正戒严了后，伊才会当真正即个所有代志会当停止。哦，这敢若说迄个政治桑拿呢？是，吼。不过林老师，这国际上，尤其是美国讲，我国务院我唔知。啊，这国际上，你认为以后要安怎看待你这个？尹锡悦的这政府，还是讲看待你韩国这个国家讲，你哪个算成熟哦？有人安尼创啊，恁个安尼叫过来，吼，要创啥创？老师你感觉？拄啊两个老师讲的吼，我基本上同意吼，尤其是理论上伫个民主制度内底，咱即摆是咧讨论民主制度嘛，啊，民主制度内底用伫个法律有规定的程序，你照程序来行。理论上，抑搁伫咧民主的范围当中，虽然伊是宣布戒严，但是伊也经即个有即个法律的授权，来讲总统有即个权利，是讲你要用的时机，大家可能会去讨论讲，你即个是毋是适当的时机来行使你的权利，但是这有讨论的空间啦吼。啊，法律有规定，法律嘛有规定讲国会伊有即个权利会使来审查讲，对否决，但最后审查了，你也要否决嘛是会使。但重点就是讲，你也确实正是要。做这件代志，到底这是一种这个目标，还是你的手段？你的戒严是你的目标，目标就是讲，你既然要用戒严来达成你尾也想要做啥物代志，你应该是互国会袂使否决，啊袂使否决的前提就是国会袂使开会，也是讲人数无够，无法度决议。啊，你既然你也是一种目标，你真显就是讲实际上你就无达成你的目标嘛。啊，第二就是你用手段，你这个是讲戒严是一个迄个。方式尔，就是要互
把这个问题可以压出来，互明显出来，互国民知影讲这个代志的严重性，因为伊也知影事后国会也开的时啊，会反对伊的否决的可能性也是足悬的。啊，伊个会做这个代志，安尼是要创啥？这就是一个手段嘛，就是讲我利用这个手段，虽然这个手段敢若较低落，但是这比伫咧伊即马无法度无啥物部的当中，伊敢若有这个方法来，因为伊。要对伊弹劾，所以老师你讲到一个重点，伊就无报啊，所以伊才使这个伤人100，自伤50万呢。伊敢若用这个方法啊，上重要，伊要讲的就是讲，这个在野党唔是敢若反对政府尔，伊内底可能有亲北韩的这个野心分子，这个可能有这款人啊，即摆主要是要互民众来相信讲，恁看这个在野就讲反对我的，唔是干那反对我个人甲我的政府尔，伊嘛有可能是交敌人有咧互通，哦，啊，这那假使伊会使互民众相信这，安尼伊有可能伊就会使针对伊的啥物官司啦，还是讲针对伊个人的批评啊、攻击，伊的政府的批评攻击就会较降低，因为总是有一寡人民会相信讲，啊，不管咱内情安怎，你人既然有交甲敌人有互通啊，会通敌啊，这无法度他原谅嘛，啊，所以较需要一寡民众会使相信伊的讲法，安尼伊的压力伊就减轻啦，啊，所以这较需也是安尼，伊无报啊，伊搁用这个报，安尼就是伊是啥手段尔，伊知影这无可能会成功。真高绝的手段咧，但是咱来看这个图表吼，伊2022年6月份，伊支持度53%。2023年3月份支持度剩37%，吼，该年度调查呢拢在3成以上，算做讲虽然歹，啊，搁有啦，所以我接受总统嘛，吼，但是到了2024，敢若坐迄个大怒神安尼吼，落去哇，剩25%，吼，12月剩25%，啊，结果南韩的 Gallup 在1月民调剩17%，所以啊，呼应讲连议长啥所讲，我就无报啊，我就用这吼，人较大声的，拜托大家哦，会当议论会当来支持我，但是伊这是想讲，反正我对事做起来啦，吼，啊无效就无效啊，因为即马刷落来，因的工会啦，无限期要来抗议，要叫伊落台啦，吼。啊，罢免我相信也不变啦。张老师，你安怎看？这边吼，看到韩国总统发生的这代志吼，我第一个感想是吼，头壳歹去啊。因为做到总统吼，伊当然知影宪法的规定就是戒严一定要国会同意嘛。但是国会在野党就是超过半数，所以绝对无可能在野党会同意，尤其。你的戒严是对付在野党，因为过去戒严的理由拢是北韩的威胁、军事上、安全上，小可会当说服社会，但是这边挑工就是对在野党，安尼在野党当然一定会反对嘛。所以咧，为什么头壳遐尔歹？吼，明知一定是反对，继续执行吼。做这种错误的决定，我个人认为吼，这代表过去吼政治学，当然在座拢是政治学的专家，我伫遮吼简单就是讲一个，就是一个政者吼，伊的政策常常拢唔是根据客观的代志，伊是根据吼伊个人接到的消息，所以咧。好，足侪人讲，倒一个国家一定会安怎，一定会安怎吼？可能拢是咱伫外口看，即个国家面对的问题。亲像咱讲，中国即马经济歹，即个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这是现实。但是咧，伊个总统、伊个领导人吼，是毋是得到同款的资料？是毋是做出同款的判断？这是对咱台湾来讲吼，看到即个外国嘅代志吼。应该爱有的手法，亲像川普就好啊。咱节目常常讨论，其实咧，大家讲伊一定会安怎，一定袂安怎，但是咧，无一定伊得到的消息，
就咱感觉的共款。亲像韩国这个总统嘛是啊，假使外口人100%无可能有一个认为讲这个戒严会当成功啊。我看韩国的报纸吼，较支持伊的报纸，昨暝的临时的经济的社论，拢讲这个是无法度了解的行为，但是咧，同款批评在野党是足歹。但是咧，嘛无认为讲总统的这个决策，吼是有智慧，这是第一。第二咧，我认为吼韩国这个国家吼，不管如何吼，伊咧转型的正义是成功，所以咧军队入来，完全就是配合民主。吼，我看吼，这个足地新闻讲吼，伊派到国会是上勇的这种的特战部队。这种部队呢？对，这种部队吼。居然呢？你讲什么要爬壁，讲爬袂过去，这足明显的，就是基层的军人吼，感觉讲这是对民主的政治的一种这个损害，吼，所以咧，吼，伊就是采取一种无法度，吼，咱接到命令一定要来到这。咱佫看到一个镜头，军人对着民众来镜头来敬礼啊，敬三礼啊，才离开。是毋是真正认真的执行这种的无配合、无合民主的命令？我看吼，你韩国的国军吼是足有民主政治的精神作用，所以咧代表伊咧转型的正义吼是成功。哦，亲像过去戒严吼，这个军方吼伫咧。广州大家拢知影，吼，看到这个反对的人民吼是开枪的，即摆莫讲开枪啦，基本上根本拢无去主动吼，这个反对党入去。虽然军方可能对反对党嘛毋是足支持，但是咧，伊咧所做的作为吼是足好的。哦，第三咧，我感觉未来吼，头拄啊，几下位老师拢讨论讲。英总统未来要安怎吼？我感觉未来吼唔免阁讨论啦。伊个政权吼已经是算时间啊啦，绝对无可能继续落啦。吼，不管如何吼，这种的政府吼支持者、反对者吼，无可能讲继续有法度执政啦。我看落台是一定是伫伊个这个任期一执政就落台啊。羽毛已经生出来。对，尾啊吼，可能是坐监啊啦。吼，因为咧，即个在野党即韩国的总统吼，嘿，常常拢坐监，而且咧，为什么要坐监吼？因为伊本身伫韩国嘅社会，我咧了解就是哦，因个太太其实比伊本人吼，更较好社会批评。吼，伊太太吼足奇怪，吼饲足侪猫、足侪狗，然后咧行为吼足介意买什么足贵嘅物件。哦，这个卡网啊、包包啦，对，当然这拢很多把具啊，买一大堆，无违反法律嘛。但是韩国即马吼，这个部分的人认为讲即马经济无好，吼，你做这个领导人吼，应该爱带头，爱较欠的。但是咧，看起来是无，所以咧就影响到政府的支持度。所以我看这政府的支持度就定落啦。当然，你韩国的总统是免连任啦，所以讲实在吼是人赢啦。所以，好你支持度悬嘛好，低嘛好吼，拢是家己欢喜赢啦。好，你加到5%，你嘛甲50%拢共款，因为你无下一任嘛。所以我感可能吼，伊本身也是掌握一部分吼，真正政府有问题的证据，但是即马来讲吼，提出来人嘛感觉讲。你是政治的报复啊，对吧？你即摆讲多一个甲北韩有啥物关系吼？人就讲啊，你这个拢是政治的报复啊。好，所以这边来讲吼，对韩国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吼，甲美国、韩国、甲日本的关系，吼，其实是足大影响。所以我看吼，上欢喜的一定是中国啦、罗西亚啦，这种吼，即摆甲韩国、日本、美国吼，徛甲对面的国家，因为咧。日本即马嘛弱，韩国即马拄下一个代志嘛弱，尾啊足可能选出一个左派的总统，而且是非常左派的总统，所以未来这个国际这个状况伫亚洲我看各有足不利的影响。是，但是林老师，姜老师已经讲着这国际之间会感觉讲饮食业你可能你做袂偌久，好奇好强啦。
吼，老师你认为咧，伊甲国际的这个关系敢会来改变？美国人静观其变，啊，日本、韩国即马其他的所在还未出声，老师安怎看？这个美国当然就是有特别哈，包括这个190对0票哈，即认为讲这韩国的国会，因为遵守伊的这定数啊哈，所以认为讲这个问题是足重要的一部分。啊，因票我原来爱来尊重吼，啊，而且咱知影就是讲美国的总统拜登，即摆以这个非洲这个安哥拉的访问，吼，因为有接到足多情报，吼，啊，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柯肯博，吼，啊，以这个日本，啊，伊有特别针对这个南韩啊，这个宣布戒严，伊来发表伊的意见啦，吼，所以就是讲。过来，咱来看韩国国会安怎做啊？吼，韩国国会的当然就是讲，伊要来弹劾嘛。你对我无客气，我当然甲你掐落去啊。弹劾，但是你弹劾，人家像2017年2017当，这个朴槿惠原来要互弹劾，但是原来有这个宪法，这个法庭，伊啊6个月内底啊，伊会当来做这个决定，吼。反正讲这个韩国国会，伊决定要来弹劾，差不多。3天内底来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定了后就进入啊这个宪法的定数里，内底。所以对这个以色列来讲啊，并不是讲伊一定爱伊足紧，还是讲限制一个时间内底伊爱做出什么代志，除非伊认为讲伊爱付出政治的责任，政治责任，按讲是政治责任，伊会当伊家己做。按讲，伊认为讲，伊要按照这宪法的定数来讲，伊还阁有一段时间，哦，不过阁有几天才做就对。不过就是讲，其他的国家来讲，不管是日本，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阮也是希望讲，会当照韩国因的宪法、因的法律、因家己的内部有法度和平顺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讲应许我本身啊。伊爱付出足大的低所进退，是，但是罗老师吼，他昨下老师也讲了，讲这宪法的法定哦，我甲查过吼，因12+1啦，但是即马现不现哦，欠员啦，啊，这欠员吼，啊，搁爱提名，是，啊，但是这个提名，因有3种提名方式，一个是总统提名，一个是国会就去提名，安怎。啊，佫欠员啊，所以这宪法的法定要安尼行落去，我看啊，佫有变数伫个咯。是，头主持人讲的这变数吼，其实我相信对于在野党来讲，伊一定有会甲考虑入去啦。因为第一，伊其实伫个即个国会内底，伊第一是爱先经过2/3的同意，才会当甲即个弹劾案送甲过关。对，所以伊爱先甲伊。192个一个欠8的状况，也先渡过这个去甲别人会当诱过来这个部分。当然，我相信，因为昨吼190票内底有18票是执政党的议员投的，所以当然我感觉第一关是较好过啦。但是对这个总统来讲的话，因为伊这届的戒严这件代志。伊其实不止特色到这个在野党，伊其实嘛特色到这所有的民众，所以民众对总统这件做唔对的代志，伊要安怎反应？我感觉开始上重要的。若是民众伫咧这个代志顶悬，伊开始适合总统爱做出伊一寡政治决定，回应的话，我感觉这个代志开始是决定。这个总统到底伊是要安怎去继续落上重要的一个决定。当然，头拄主持人讲到外口这种国际的这种其他国家的话，是不是真正会当伫个遮讲什么好？我可是感觉还好，因为甲我头拄讲的共款，因为这是照制度、民主制度的所有定数咧行，所以这是内政，其他国家袂当干涉的。
所以内政其他国家袂当感谢的话，其实我感觉对总统来讲，伊上重要的是，伊伫个即个时间内底要安怎收煞即件代志，因为伊爱出来甲你解说。我当初是因为有啥物代志，所以较会当认为讲。遮议员甲北韩有一寡私底下的即种往来，所以我较要甲即种概念落，吼，所以我觉得即个对总统来讲，上海过应该是过来，伊也家己证明，伊家己伫个即个制度，也是伫个即个法律中间，伊是徛得着伊是徛得掉的。即件代志我感觉较是上困难的，毋是最后伫个迄个。宪法的法定内底，伊会为家己辩解。老师，你讲啊，这真趣味吼。有人我有看这个因的《建国日报》顶头有写一篇文章啦。你讲啥呢？讲吼，其实拢是为着因走人啦，吼，就是因走人这些丑闻太济啦，吼只讲安怎，所以呢，宁可用家己牺牲，来甲太太即寡罪过吼，来甲暗砍，吼。但是有社论咧讲，这是基本上的这宿命啦，就是你就是调小压大啦。是，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因为韩国就是5年的总统选了无第2任，吼，大家咧牺牲命拼，好也歹，好也拼，歹也拼，吼，才会变做安尼。老师，你认为呢？一定？较多啊，吼，就是。这件代志吼，因为伊看起来是突然间发生的，嘛是真紧就结束啊，所以伫个国际的影响的风险，可能大国反正伫个足短的时间就解决啦，所以应该是无啥物意见啦，无也袂发表啥物意见。硬气安尼。对啊，即马这个问题完全就是转来到伊家己韩国的国内底政治迄个不管是这个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之间，吼即摆讲执政党甲在野党可能无遮简单啊，因为真清楚即届这个尹总统宣布即个戒严了，伊所属的迄个政党也交伊划清界线，所以老实讲，是毋是执政党甲在野党，就是代表总统的执政党甲在野党之间的有任何的迄个斗法，我看可能可能另外一种的思考，爱看。总统会使掌握偌济国会议员啊，伊可能毋是执政甲在野的即个问题，这第一来看。所以呢，即马即个尹总统伊较多老师在讨论啦，吼，即包括对即个就是敢若咧看字啦，吼，就是咧算时间啦，一直讲照情绪，伊安怎即情绪行了，听绪行了，伊较会落台，吼，这拢有啊，但是敢若。结论就是落台啦。我是感觉吼，理论上吼，即摆因为吼，大家拢讲，虽然尹总统有足严重的指控嘛，吼，就是讲即个在野党，也是讲国会议员有人交即个北韩咧疏通啦，但是伊并无真清楚讲到底是啥物案件，但是这种案件确实也正是真呢，交互司法来处理都会使啊。好啊，也要变成政治事件，但是这种物件一般来讲，你会安尼指控，遐严重的指控，就是要变成政治的事件，你安尼较有法度有政治的效应嘛。我较早讲啊，就是讲理论上，咱当然支持是民主的这个制度，但是总统有这个戒严的权利。即摆我个人是感觉较好奇的，就是讲我较早已经讲啊，伊这个戒严。当然，有的老师是讲伊可能政治智慧无够啦，吼我是感觉讲这也是一种的可能性，但是我看到就伊讲，伊到底这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目标？假使伊也是一种目标呢，安尼我就感觉伊可能真是政治的智慧无够，伤过天真。伊军队既然会使戒严，国会也阁会使开会开会成。这就是真趣味，因为历史上真侪，确实伊也正是要戒严的时阵，对，根本就是国会，根本你就无法度开会。既然国会无法度开会，就无法度行使宪法顶悬所讲的说会使去审查，除非总统，你既然要戒严嘛，你除非像较多伊个林老师讲伊个就是一个
真乖的学生啊，国会议员，请你来审查我的戒严令，安尼是毋是有哈？啊，一般来讲，你既然要戒严啊，参详就袂安尼啊嘛，就无需要安尼啊来创啊。所以理论上啊，伊既然要戒严啊，佫无算甲讲会使互即个国会开会开会成，安尼就是代表伊的即个政治智慧，毋是政治智慧无够。就是伊，这就是一种手段，就是我刚才讲的，伊就无步啊。不管是伊在野党的这个议员，对伊个人、对政府，甚至对伊夫人，反正就一寡丑闻的所有的攻击，啊，伊即摆已经拢无步通啊恢复，啊，只好呢，就甲民众讲啊，就是恢复上原始的，甲民众讲，我甲你讲，咱的内底有敌人，你来相信我总统有敌人，但是这就是。最后恢复就是伊家己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度的问题，看有偌济民众会相信伊的话，这才是重点。啊，刷落就看鸡头啦。对，就看偌济人会相信伊的话，还是讲反过来讲，偌济人反对伊来决定伊当时要离开这个职务。哦，这大家都开始咧算伊的日子啊！吼，嘿，老师，你搁甲算一下吼，主丑寅卯，但有人讲，其实伊嘛有改选国会的权利啊。啊，伊奈无爱做一项，还是讲韩国的制度上无即个制度，所以地处于白骹白手无法度，只好戒严令啊！尔。即马伊判断可能是改选，结果嘛共款，选出的民意可能选出一堆拢是甲过去共款，在野党继续多数，我是一定有想过这步啦。第二吼，头拄啊，年议长吼讲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吼。伊讲，这不管是手段还是目标吼，至少伊讲，我要争取人民的支持，一定爱讲，这个人就是歹人，歹人就是甲北韩有关系。所以这代表韩国的社会吼，不管如何，北韩还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你即马爱诉求人民上悬的支持，就是爱把北韩这个敌人提出来。这就代表讲，大家拢是足厌弃北韩，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所以咧，甲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吼。基本上对你敌人吼完全看袂清楚，还是一般人看袂清楚看起来吼，我看韩国还是爱去参考啦。吼，不管如何你讲提出北韩，大家反对党嘛讲，咱是一定是韩国之下，一定是爱这个国家，绝对无人讲我甲北韩有关系。违法？无确定违法，绝对嘛无一个在野党的议员吼，和这个尹总统有证据讲，你这个什么人？走甲北韩去，甲北韩的领导人关系偌好，绝对无这种代志，绝对无讲军方多一个将领讲哦，伊退伍以后吼就走甲北韩，嘛绝对无。吼，所以咧，不管韩国政治安怎变化，做一个人做总统吼，伊这个国家独立甲国家到底敌人是啥物人吼，这在社会上是共识是几乎可以讲是100%。所以我看吼，这个当然就是伊个内政的问题吼。吼，其实当然吼，伊个宪法的设计就是，亲像菲律宾嘛共款嘛，因为菲律宾过去甲韩国都是一个人做总统做到好足爽的，所以咧不断的修改宪法，做到10-20年拢有。所以咧，伊个宪法修到变做总统无法度连任，总统无法度连任吼，多有的财团嘛好，多一个支持者就讲吼，伊就是一任嘛，所以就。到这个我的朋友，我的这个头家吼做责任的时阵吼，一定要争取时间紧摕到我爱摕利益。所以咧，每一个总统还这个落台以后吼，基本上拢有利益的问题。这是伊个这个宪法的问题，伊个这个政治制度的问题，制度的问题。但是我看到就是吼，伊这个韩国的社会吼，即马大家都嘛足惊啥咧？唔是惊讲。戒严带来社会的安定。台湾过去国民党常常拢讲，台湾为什么戒严30几年？因为戒严不管如何带来社会的安定。但是咧，韩国社会吼，我看上支持尹总统的较保守的报纸嘛讲吼，你这个戒严吼，对即马世界第12大的这个经济体的这个韩国，第6大出口国的韩国吼，你戒严绝对是一种足大伤害。所以咧，伊个国家就了解讲，民主政治、民主自由对这个国家才是根本的财产。好，我看这个对咱台湾来讲吼，嘛是爱认清一件代志。而且咧，我看这个尹总统的人吼，可能
过去戒严，但是韩国嘅经济继续成长。台湾长期戒严，但是咧，台湾唔是军人来管，吼，只是政治足严嘅。但是这个社会嘅运作啊，人民基本自由啊是差不多80%有啦。所以以前咧，我记得国民党就讲吼，这个台湾嘅戒严是5%嘅戒严。所以咧，我是无一定伊身躯边嘅人讲吼，咱嘅戒严吼，就是亲像其他国家5%嘅戒严就好。这5%嘅戒严只是限制反对党，但是咧经济出口这个拢无影响，所以我看伊可能本人受到这种嘅一时头壳无受清楚。所以我看伊即寡无聊，大家拢乱讲啊，都乱讲啊，因为不管如何买啊，伊即马绝对这幕僚一定会提出来，一定有重大责任。所以不管如何，我看到就是韩国嘅社会伫民主时代几十年以后基本上已经无啥物大问题，而且咧，伊咧敌人甲国家独立的这个主权的问题嘛无影响。但是咧，伊咧政治的制度设计到总统甲国会假使有冲突，无法度解决。这个是毋是甲台湾同款？我想这个是咱参考外国这个除了了解外国的政治以外咱回头来看，台湾可能嘛面对这种制度的问题。是，他昨老师已经讲到制度啊，嘛有人开始来讨论讲宪政的体制，总统制国家是民主民主的公国，民主还是独裁，总统到底是行政首长还是国家的元首，这有人开始咧讨论啊。不过以韩国为例。韩国即摆情形就是，咱就看，因每届总统迄落场拢无啥好，无是这，因为制度上有啥物物件，值得咱台湾来借鉴、来参考，来看咱家己呢，老师。头前有讲到是讲韩国唔惊即个2017年即个朴槿惠个另外即个2009即卢武铉因为那是。受到韩国宪法的法院来弹劾，而这弹劾过程内底，伊无法度来执行伊总统的权利。落尾对人讲是宪法的法庭来恢复伊这个总统的职位不过伊这2009人伊自杀啦是。个其他咱们讲来讲李明博被判17档落尾因为有总统。来赦免前任的总统文在寅看到伊的查囝、伊的囝婿一寡这个问题，所以总统还是总统的家族，以做总统的期间内底加减安尼讲唔是讲足清楚当会拄到这个问题。你看这Hunter Biden， 伊。这个拜登的后生伊的后生，伊做副总统，伊就做一寡无好的代志，伊其他的国家来一寡进行一寡无正当这个经济的活动啦，所以咱知影就是讲，这个民主的制度介重要，只讲民主的制度介重要。咱看到就讲，伊这个韩国从黑暗到今仔日的透早。以前这个代志就完全都解决就是讲人民经过这40几档，其实是甲台湾差不多啦。这个民主开始的这年份都差不偌济，即马个拄着，原来是这个就是讲这个政府无法度来控制这个立法院，还是控制这个国会，所以来讲，按讲。其实对咱来讲原来会当来思考，这思考唔惊，这个民进党原来共款，这国民党还是这民众党，你安那为着这台湾，其实台湾甲中国的关系，比这个南韩甲北韩的关系更加复杂，有足济，咱会知影来讲有足济这个，不管是立法院会期内底，会当去中国访问，还是讲一寡这个咱要选这立法委员，有哪这用这个虚拟货币来投资一寡这个候选人，这个东西有的证据所以来讲，
咱阮爱考虑讲一个政府还是一个忠诚的反对党，吼，应该从外口对咱的威胁，咱要有这种的共识啊，吼。这个当然讲尹小月伊用讲这个两个理由嘛，第一就是讲吼，这个国会内底有这个尊重这个北韩的世代的国会议员啦，吼。我感觉这个以这个南韩甲台湾是较无共款。因讲以咱台湾来讲。我个人认为啊，吼，有一寡立法委员，因做思考就是讲较无共款啦，吼，因就是讲希望两方的关系会当更较好，用别种的方式，吼，还是因其他吼，即甲中国，因为咱甲中国、甲南韩、甲北韩完全无共款，就是讲咱有做生意，咱有投资，吼，有人员的往来啊，吼，所以加减就是讲，这个对咱来讲就较困难去控制啊，吼。但是阮也爱考虑就是讲，这个民主的制度是咱唔惊这个台湾，原来是韩国本身会当来解决咱都拄到一寡问题。是制度面的确确真重要，不过大家嘛真好奇呢，是安怎敬拜这韩国人因的民族性，那会安尼是讲较强烈，性格较强烈，较冲，还是有其他什么文化的赞助，因社会文化赞助。嘛有人讲咯，无喏，不管你韩国人你是什么人，什么对党咧做总统，拢是三星加Hyundai咧做总统。是。嘛有这种讲法啦，吼。老师安怎看？我的看法是讲。当然，韩国这种朝鲜、朝鲜族吼，因的这种性格是跟是有一寡无共款，较硬、较冲，也是伊对因想要表达的这种意见，一定会讲出来。我感觉这当然是有是寡无共的，但是所有不管全世界拢共款。咱要讲民主的时阵，转来看甲制度。其实制度差不多吼，咱也经过咱的这种对较侪人吼，多数的理性咧决定，其实决定出来迄种制度拢差不多。差不多的状况，像咱即届我头拄讲的，总统依照即个法律伊有权利来宣布解员即个代志的，发生遮尔大的反对。因为我感觉最主要是讲，因为这种戒严这种代志，这种方法限制人民的自由，你有一寡这种甲过去完全无共的这种方法来禁止人民会当做啥物货。我感觉伫个这个社会，这样的社会，这种代志是较困难的，因为咱这样一个多元资讯的社会内底。你这样会讲，这甲北韩有关系？我随着当查，伊是毋是真正甲北韩有关系？啊，是你讲北韩威胁到韩国的国家安全？我随着当查，所以我感觉戒严这个制度虽然伊降伊也是搁伫遐，但是伊是毋是会当真正来解决你降伊社会内底面对的问题？我感觉这样是无可能的。因为无共年岁的人对问题解决方式，伊接受的程度是无共的。所以我感觉，这样咱台湾，你能看到，当咱要去要求一种政治人物的时阵，咱会当用罢免的方式，伫个这四党中间表达我对伊的不满。所以这样安尼来看的话，你真正会当用罢免来。宣泄一寡你的不满，这种无欢喜的这种情绪，所以像咧戒严这种这么严重去禁止人民基本的权利这种代志，我感觉应该伫咧全世界啦，吼，除了这种足少的这种独裁的国家内底，应该所有人民拢无法度接受的啦。无法度接受的话，你这样个用这种方法。就会注定你伫个一开始的时阵，可能你不管你是手段目的，对，这种无法度达成的这种可能是较悬的。头先议长伊直讲，这到底伊这是手段还是目的？
咱现在不点二支啦，吼。不过，咱就知影讲，伊就是失败啊。但是，伊敢有可能通好成功来避免掉后来要互大家来断发，吼，或者是讲，民众会互相讲，你都爱落台，你都爱落台，家己先，老师你咱预测小算一下，讲伊会安怎？应该是讲从这个概念吼，虽然我先讲吼，咱以民主的迄个观点来看，也是恭喜韩国啦吼，必须还是爱转来到这个正常的生活吼。但是，较多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假使伊今仔日若正是要成功，伊伫咧宣布戒严的时阵，伊就爱甲当做伊是一个目标，爱做到底，会议开袂成，伊的戒严令继续维持。安尼较有可能成功。既然失败啊，就像用主持人讲的，啊，就戒严令伊个遵守啊，这个国会要求，个收转来，就取消戒严令了后，我想伊的政权就是讲，伊个伫咧这个总统的这个时间吼，基本上就较歹啊啦，吼，等等。过来就是较多讲的讲，因为这个时间足短，所以国际上。理论上对这个可能较无啥意见，也无需要发表意见，因为是已经过啊。嘛。但是美国甲日本可能会较紧张，因为大家拢知影，这个尹总统伊起来了后，甲美国关系变得真好呢。真好，比以前的更较好。但以前的因的历代总统就是交美国，尤其是。交美国好，这是正常的。伊也阁会使交日本好，迄就是真是足好啊。交美国甲日本好，迄就足好。啊，另外一派就是较左派的，就是交这个北韩，吼啊，这个阳光政策啦，吼啊，无就是讲交中国啊，甚至交佫较好就交俄罗斯，吼啊所以呢，这因两边都无共款。所以即届因为是尹总统，那尹总统拄着这个遮严重的这个政治危机，啊，交伊较好的，尤其是美国甲日本，当然是会较关心嘛，应该也是较紧张啦，因为伊的做法就会去影响到一寡韩国人对讲，因为伊是支持美国、支持日本的，啊，万一你的形象也变较歹，是毋是代表讲你交美国、交日本的这个关系，即组就是连带敢若去互抹黑啊，就感觉抹黑去啊，好的这个情形。所以我想美国甲日本对尹总统会较紧张，但是就是看美国甲日本，尤其是美国，看有啥物方法会使甲。小破咧，甲踏一下，甲踏一下，啊，无这就是算看日啦，算了看日啦，对啊。那李老师需要再补充，我请张老师。这个头拄啊，我看新闻吼，伊个国会已经要开会，爱准备爱罢免啦，而且不但爱罢免，还爱调查，因为咧对伊个定位吼，已经变做是一个。内乱啦，吼，所以不管如何吼，我看这个总统吼，至少不管是不是罢免吼，伊至少会通过停止伊执行这个职权，停止啊，哦，这应该是无问题啦，已经有共识，所以未来影响到的一定是韩国、甲美国、日本、中国的关系。尾啊吼，韩国的关系定是我个人的观察，是一个右派的总统吼，倒啊以后就出一个左派换一个右派，所以未来吼，足有可能是出一个对中国较接近的总统。即摆来讲吼，昨个这个戒严吼，在野党随着发起国会议员吼，就挂到国会去。伫军方入来以前，就大家入去，准备爱开会。这个中间上重要的领导人吼，就是伊个在野党的上大党的领袖叫李在明。李在明先生嘛，顶边甲这个尹总统选举是差一点嘛，无就是李在明做总统嘛。这李在明吼，伊个人对中国的态度就是台湾嘛好，中国嘛好，因为什么代志甲咱韩国是无关系。但是咧，尹总统的认为讲吼，台湾海峡的安全甲和平吼，对韩国的利益是足重要。吼，这个对韩国的外交来讲，讲到这已经是足不得了啊！伊这真棒啊！已经真棒啊！但是伊即马倒啊，吼，而且不只是倒吼，未来的韩国的历史吼，是政治上可能名声嘛无好啊啦，已经歹去啊啦。所以未来吼，这个对韩国甲美国、日本的这个合作。吼，其实上这个只是足大问题，而且咧，
韩国，但是至少不管如何，不管是多一个党的人执政吼，对韩国这个国家这个国防，吼还是足注意嘛。亲像这个顶一年的总统文在寅，大家讲啊，这是左派，吼，但是文在寅的时代吼，韩国的军事继续发展啊，吼 F-35这种的新型的武器，甲美国继续增加，所以咧对因来讲吼，上大问题吼，拢是内政啦。吼，拢是大家感觉讲总统做甲外交国际应该关系不大。对，外交国际至少上基本的国家的主权甲国家安全这两项，应该是无讲外总统就有大影响，外交政策有影响，但是咧对咱台湾来讲吼，可能也无遐尔好运啦。这个是咱看到这个应该爱去，这个爱家己爱来受看卖的所在。老师，你刚刚对咱台湾的？咱来看韩国有落来无？